快点点。海洋垃圾影响海洋景观，威胁航海安全，并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产生影响，进而对海洋生物产生严重危害。我们的海洋环保小区不使用抗海垃圾。游客朋友们，请注意保管好手机和钱包，请家长注意照顾好小孩，请把自己跟在最里的手提手线和条件随手提起，扔到垃圾筐。是啊，今天。请保持环境清洁卫生。在展示时间的朋友，请不要。
手接近眼睛评论，不要向展示时钟投注任何意义。谢谢您的合作。行，慢了，别给我一起的，一起的。站好，好了，走了。哎，别撞了，行，那边，行，从那一挂，这。啊，你先准备，完了。往里面来，等一下。